罗马书第10章，兄弟姊妹啊，我仰盼热神盼望我嘅同胞會得救，為這件事，我也一直懇求上帝，我做得作證，基督對上帝確實非常熱心，可惜基督嘅熱心唔係用真知識做基礎。基督冇明白上帝嘅義，想愛立自家嘅義，唔肯順從上帝嘅義。其實基督已經使法律嘅功效停止，本一切信基嘅人隆重得到上做義人。有關通過遵守法律來上做義人這件事，摩西是按樣寫：遵守法律命令嘅人，會因為法律得到生命。總係因為信來上做義人這件事，聖經按樣講，你唔好心肝講，乜人愛上去天堂啊？這就是講，乜人愛期待基督下來呢？也唔好講，乜人愛下去陰間啊？這就是講，乜人愛去將基督對死人中帶上來呢？這條話嘅意思係講，上帝嘅淨土離你無幾遠，就在你口中，在你嘅心內。換句話來講，就是在外頭所傳新嘅淨土地位，而那係在承認耶穌做主，相信上帝使其對死復活，而就會得救。因為外頭信按樣相信，就會得到上做義人；再按樣承認，就會得救。聖經講，凡信靠佢嘅人，就唔會失望。這句話係指所有嘅人講嘅，因為冇猶太人留外邦人嘅分別。上帝係萬人嘅主，佢愛豐豐富富祝福本所有求喊佢嘅人。就像聖經所講，凡求喊主名嘅人，一天得救。總係佢哋冇信佢，樣辦會求喊佢呢？冇聽到，樣辦會信呢？冇人傳，樣辦會有好聽呢？冇人奉差派，樣辦會有人傳呢？像聖經所講，傳福音嘅人，佢哋嘅腳趾很正哦。總係並唔係每一個人全部接受福音，因為以賽亞是講，主啊，我哋所傳嘅有乜人信呢？可見信係對聽來嘅，聽係對傳揚基督來嘅，總係愛愛質問。佢哋真經冇聽過嗎？當然聽過，像聖經所講，佢哋嘅想傳到人間，佢哋嘅話傳遍天下。愛在質問，以色列人真經唔知嗎？最先摩西用上帝嘅話已經回答兩個問題，講：我愛用唔算係子民嘅民族來給你哋切土，我愛用骯髒嘅國讓你哋受氣。以賽亞更加大膽傳上帝嘅話講：萬是親愛嘅人，我本佢哋發現；萬是求愛嘅人，我對佢哋顯現。總係關係以色列人，佢講：對啲退役好傲嘅子民，我每日傳出我嘅雙手，向佢哋將來同我講課。